讲即个要来看乌鱼是生做做不了啦，这叫做乌鱼。这个话人已经有咧用啦吼。今日真欢喜让邀请咱的新安吼来即个甲咱说明吼，啥物要做即个乌鱼米店吼要怎使用咱会教吼。若拄好有个人要无来使用的时阵吼会晓的就听者要袂使用的吼，就以后咱袂去使用安尼啦吼。好我所熟悉的新闻其实讲实在无够熟啦，因为是透过台语文社吼，咱遮有台语文社社员吼，透过台语文社活动才看着讲，真正这少年兄吼才挑战着，这个是即个对语言吼，介有趣味研究吼的一个少年学者啦吼，对我甲讲来看是少年学者吼伊即个创乌鱼。进前我嘛毋知影讲乌鱼即个人创的，我嘛毋知吼。就一个机会，才知影讲，安尼在厝你应该请伊来分享吼，会当去推广即个物件，互更较侪人来用吼。好，安尼用话莫结束，咱即摆就请新安吼来甲咱介绍乌鱼字典吼，个伊想要做遮物件吼，是希望到啥物目标等等吼，甲咱大家讲解，等下大家讲一下谢谢。大家好，我叫做新安，拄则有主管有讲出来，当叫我乌鱼，乌鱼应该会当算是我的艺名啦，因为我伫社群里底媒体顶悬的拢是用乌鱼这个名咧铺文所以今仔日可能有人来嘛是因为有看过我伫社群媒体顶悬有写一个代志，才有兴趣的，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的台语沙龙，因为我知影今仔是拜三嘛，爱上班，所以大家拢做辛苦的，嘛是嘛是下班了，嘛是来遮听我讲话，所以真正足感谢的。我嘛是想要感谢讲阿辉老师甲赵我来邀请我。应该拢算是阿辉老师的学生啦，因为之前就是伫台语文社，就是有参加遐个活动，就是每一个拜四暗时，咱都会伫台的校园内底举办一个活动，就讲用台语耍游戏用读台文的文化就讲阿辉老师嘛是每一个学期上尾的几堂的社课，阿辉老师拢会来讲一寡台湾文学的物件就是有一天阿辉老师就邀我来甲我问讲，我敢想要来台语沙龙的演讲。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拒绝的，因为我其实是正经是台语是刚刚会晓听会晓讲，是4当前的我开始接触台文。所以才豆甲讲的能力找到倒来安尼。毋过阿辉老师在甲我问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我敢有迄个才调，敢有迄个资格，因为细汉的时阵就是时大听着我的台语，就会甲我讲，听你的台语足痛苦的无就是讲就讲国语就好，想到去讲台语，所以讲台语即件代志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就感觉讲台语就会互我感觉做见笑做歹势，因为就会定定互人俗嘛。所以迄当阵其实就是足丢丢的，就是讲感觉接受这个挑战。不过后来就感觉讲，我应该爱来练习一个，因为就是感觉讲这对我甲台语跳过转来的这个过程是足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最后就是想要接受这个挑战对。今仔日呢，我想要讲的内容，首先就是想要讲我是安怎甲台语跳倒转来的，过来就是想要讲一寡我创作乌鱼字典的过程当中发生啥物代志，第三个就是想要带大家来做伙来操作这个乌鱼字典，遮讲有还未用过乌鱼字典真个原因是恁是用 Android 吗？还是就是毋知影这个？我是 Android。专业就是拢等下开用 Google 拍台语的水安尼。OK， 所以你是有 iPhone？iPhone ？iPhone iPhone。
OK，所以我等者就是操作这个学语点互大家看，啊，今日真侪人咧无用过，安尼嘛真好。啊，若是你有载你的 iPhone 来，你就会当做伙来操作。啊，我嘛等者嘛会出一个题，因为若是你有用网易点，你可能唔知影有一寡较正解的功能是会当使用的。所以希望大家今仔日嘛，拢会当加减有一寡找词的，有一寡技巧的。好，啊，上尾就是Q&A 时间，就是大家当有啥物问题都会当问我。好，啊，先讲介绍学语点，互毋知影学语点是啥个人知安尼。学语点就是甲伊个名共款，伊就是一个台语的语点。啊，你若是会晓台湾的台湾人，你就会当用台语的罗马字啊、台语的汉语去找词。啊，迄当阵咧设计的时阵，就是有想到，其实即摆台湾就是足侪人拢袂晓台文嘛，所以我嘛想要互遮个人嘛会当用我的 app， 所以迄当阵嘛有设计一寡功能，就是当用华语来找台语的词。所以就是希望即个app 是袂晓台文的人拢是当使用的。啊，学语点呢，嘛是一个字典，你嘛是会当用学语点来互台语的罗马字。啊，而且你想要考台语的认证，内底嘛有就是迄个教育部的700字的词表，大家应该考认证拢会用到。所以若是你想要背一个词啊，就会当嘛会当用学语来字典来学遮个代志。过来就是一寡教育部网站无的一寡功能，就是你会当针对一个词来做笔记，而且你嘛会当甲遮个词拢收藏起来，啊做分类安尼。所以迄当阵我伫咧学台语的时阵，因为就是无遮个功能，所以就会感觉讲我一个新词看过我就袂记啦。所以迄当阵就是足希望会当有遮个功能，所以我就就是用家己的经验去设计一个 app。好，所以学语点就是打开功能是安尼。好，再来想要讲的是我是安怎甲台语跳到大家的。先讲我的经历，我是高中毕业了后咧，我就去日本读册，我读个学校叫做瓦舍达，啊伫咧东京，啊我伫遐读4冬，啊毕业了后咧嘛继续留伫日本做工课做3冬安尼，啊伫日本总共7冬嘛，啊伫上尾前2冬，我就开始感觉讲我做的工课我毋是遐尔介意，而且我就是感觉讲找无人生的方向，啊而且就是迄当阵拄好是疫情，啊所以就是差不多伫要2年无法度转来台湾，所以就感觉讲迄当阵就是足郁卒的，因为足少年台湾的，而且做的代志嘛无兴趣。所以就丢足久的，我就决定要转来台湾，先休一阵嘛，再看刷落来要创啥安尼。啊，转来台湾开始休困嘛，啊休困的时间，我嘛毋是无咧做啥物代志，我是其实是有认真的啦，就是有开始去想讲，家己是对啥物有兴趣啊，啊我就想到，我之前住伫日本，所以我晓讲日语，啊之前嘛学过英语啊。啊嘛，迄当阵就已经开始接触台文啦，所以我就想讲，可能语言这物件是我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有开始去找一寡语言学的物件来开始读。啊，读了我感觉讲，足趣味的，所以我就决定要来考研究所。啊，准备考研究所到一半呢，我就发现讲，社群媒体顶方有一个广告。啊，就是即个顶悬第2个即个单位叫做 After School， 啊，即个单位咧，伊是想要转职做工程师的人斗相共安尼，啊，因就是有提供一寡免费课程，互人会当去免费学写程式安尼，所以我看到就感觉讲，真有兴趣，因为我正伫日本的时阵，读大学时阵。
我是有家己去学写填词的，而且我做的第一个工课嘛是甲填词有小可有关安尼，所以就感觉讲写填词即个代志，我正感觉讲真有趣味，所以就想要试看卖，所以我就去申请啊，申请了啊就调啊，而且研究所嘛考调啊，所以我尾后就是先去即个 Apple School 先去4个月就是安怎要安怎开发 App 啊，尾后就是煞毕业了后就是继续去读研究所安尼，读研究所读到一半咧，因为已经会晓做 App 所以我就一定有咧想讲，想要做一个甲台语文相关的App，所以就想着会当做学语电即个 App，做出来了我就开始无心想要读册对，所以就是我其实嘛是做出学语理念了后，嘛是继续读你要一档毋过读的时阵就感觉讲足痛苦的，我足想要做 App 所以就是无遐尔专心咧读册拄好旧年的10月还是11月的时阵，就是我即摆的头家就开一个工课就是甲写 App 相关的，所以我看到即个工课，就感觉讲，其实即个工课足适合我，所以就想讲，既然我无想要继续读册，我就去面试看卖，面试了嘛调所以即摆咧我就是伫艺团科技遐咧服务安尼。阮即摆咧做的 App 叫做触家讲台语，我嘛是基本上即个 App 是我负责咧做的，即个 App 大家拢有听过，触家讲台语 ，OK， 所以我可能嘛有人无听过，伊就是一个主要是想要互你训练你的口说能力的 App， 所以内底就是有差不多2000句的例句，会当去学习，伊就是放一个例句的声音档，你就听迄个声音档，你出来就是录音，你就会当对咧读，伊就会甲你的录音传去你就是阮的系统，恁迄个系统就会开始看讲你读的敢有正确安尼，还是无正确安尼，你就会当得到一个分数，就知影你读了好毋好安尼。所以若是你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无遐尔有机会讲台语的人，即个 App 可能足适合你的，所以有兴趣的人会当甲阮斗支持去登录安尼，好。所以讲了一寡较正式的经历了后，想要讲一寡较私人的经验，就是我的细汉的记忆。我是为南口出世大汉的，我是国校6年的时阵搬来到台北，会当讲搬来到台北了后我就愈来愈袂晓讲台语。要安怎讲咧？就是因为正住伫南口的时阵，阮阿公阿嬷嘛是住伫南口，所以阮兜可能逐礼拜有几若工拢会转去阿公阿嬷因兜遐食饭。我感觉讲阿公阿嬷因兜就是一个足自然的环境，会当讲台语的环境，就是伫遐就是意识就是会当讲台语安尼，所以迄当阵就是袂感觉讲台语是啥物。爱感觉讲见识，感觉讲歹势的代志，因为细汉的时阵可能时代袂管讲路顶仔人是安怎讲台语的，所以嘛袂去笑袂去批评安尼。所以嘛是有迄当阵即个常常去阿公因兜食饭的经验，我嘛感觉讲自细汉就是有小可有台语环境，所以我感觉讲台语会当算是我的母语，而且我听着台语就会感觉讲足亲切的，因为。听到台语就会想到，细汉的时阵就是甲阿公阿嬷做阵食饭做阵生活的一寡经验，所以其实我感觉讲，我一直以来拢是足介意台语的，毋过尾后搬来到台北了后就会开始失去就是讲台语的迄个环境，因为去学校读册。同学是讲台语，同学嘛是讲华语老师嘛是讲华语，读册嘛用华语。转去厝诶就是阮父母嘛是甲我讲华语安尼，所以
就感觉讲愈来愈无迄个家己的环境嘛，愈来愈袂晓讲，而且佫较惨的是，大汉了的就是去日本读册，啊，日本身躯边拢是日本人啊，所以当然无人甲你讲台语啊，而且就算讲有交着一寡台湾的朋友，啊，即摆少年就是自然就是用华语去沟通，根本就讲着啥物台语，所以伫日本的上尾。一档也是2档，我2、3档就是感觉讲，我强要失去即个讲台语的能力啊，因为迄当阵就是可能1年才转来台湾1届，啊，就是会去阿公阿妈家，啊，就发现讲，我想要甲阿公阿妈开讲的时阵，我有足侪物件拢已经毋若是袂记你安怎讲啦，啊，就是会感觉讲无法度去表达家己的想法，就是而且就是因为住伫咧日本啊，日语嘛愈来愈好，所以我发现讲，我想要讲台语的时阵，颠倒日语会走出来，而且就是有足侪事我拢毋知影，所以就是爱透过华语我才会当表达我的想法，所以就是开始有即个危机感啊，就是发现讲家己就要失去即个讲台语的能力，好。而且呢，住伫咧日本的时阵呢，就是因为甲日本人拢会交流嘛，所以看到一寡就是外国人才知影的代志。就讲呢，日本人听到台湾通常因10个有9个拢会感觉讲哦，足介意台湾的，啊，毋过其实因对台湾一点仔拢无理解，啊，就算讲因有来过台湾，啊，伊会想讲啊，我介意台湾，我足介意迄个交通啦，啊，伊就毋知影有其他所在啊，就是因敢若知影就是足少的所在安尼，啊，真正是10个有9个讲伊介意交通啊，毋知影是安怎，我就是去日本才知影哦，原来讲我伫日本很好玩呀，过来就是互我感觉讲，因对台湾实在是无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是甲阮同事做伙坐车去做同款，啊伊就咧塞车，啊就是伊就是若塞车若甲我开讲，啊可能因为伊在塞车，所以伊就想讲会甲我问讲，哦台湾塞车对中国爱偌久？我听到就是用咧昏倒。我就想讲，咱先使遐尔久啊，是安怎伊毋知影台湾伫倒位，我就安尼家己头先两风伸出。啊，我也是因为听到伊即句话，我才知影哦，原来日本人虽然讲因介意台湾，啊，毋过伊其实对台湾的理解其实无遐尔济，而且有一寡日本人连台湾伫倒位拢毋知。啊，所以呢，因对台湾无理解，所以因嘛毋知影台湾是讲啥物话，所以因知影我是为台湾来的，因就第二个问题一直是问讲，啊台湾人是讲啥物语言？啊，迄当阵我就是较无迄个语言的意识，所以我就会讲，哦台湾人就是讲中国话啊，中国话是安怎讲中国话？因为伫日本话内底华语就叫做手国語，是中国的意思。啊，虽然讲最近有一寡人伫社会媒体讲，哦，嘛有台湾华语这个事啊。不过其实就我的经验来看，是日本人其实是无遐尔知影台湾华语这个事的，伊就是会讲中国话安尼。所以我就是嘛是叫华语中国话啊，若是讲日语的时阵，啊，我迄摆我毋来一摆哦，可能2、3摆安尼，就是我讲台湾人就是讲中国话啊，日本人就是会甲我硬讲，啊，台湾的关系是甲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毋是足歹的，是安怎恁爱讲英个话安尼？我听到就是感觉讲受到足大的刺激的，因为过去到伫咧台湾的时阵，就袂去想遮个代志啊，因为身躯边的人拢是讲华语啊，啊，爸母嘛是教我讲华语啊，对我来讲讲华语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啊，毋过听到日本人安尼讲，我才知影讲，原来有一寡我感觉足正常的代志，伫外国人的眼内是足奇怪的。所以甲日本人交流嘛，互我开始想到一寡，就是过去感觉正常的代志，其实无遐尔正常安尼。好，所以有一天呢，伫日本的
是有一天我就想着，我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定定甲我讲一句话，就是讲，你是台湾囡仔，你哪会袂晓讲台湾话安尼？细汉的时阵听到这句话，就会感觉讲，哦，阿嬷搁咧练嘛，就讲，因为就是会感觉讲，我大汉环境就是伫一个华语环境大汉啊，是安怎？爱甲我骂，爱甲我练，然后就感觉讲，哦，用即摆的少年讲的一个词，就是讲情歌啦，就感觉讲阿嬷是安怎安尼甲我讲，毋过大汉了后咧，就发现讲，其实我感觉讲台语是我的母语，毋过我煞袂晓讲即个语言，我感觉足无彩，所以嘛是因为有拄则讲的遐经验，互我开始想着，语言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我应该甲我的母语做落来。所以迄当阵呢，就是开始兴趣嘛。嘛足拄好，迄当阵我想要开始学台语的时阵，拄好是疫情。疫情迄个时期就是有足侪 podcast 出来所以嘛有足侪台语的 podcast 听，而且就是。迄当阵，网络顶面有一寡创作者开始做一寡较我感觉是专门做互少年人看一寡台语文的内容，像讲台南仔讲台教你讲台语的这个频道，我就是为遐开始学台文，就先开始接触白话字安尼。开始学台文了后我就真正是发现讲，我的台语真正愈来愈好啊！我原本是一个根本强要袂晓讲台语啦，毋过我即摆会当听一下，甲大家连解，所以感觉其实台文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工具，我嘛想要互搁较侪人知影安尼。我感觉台文有倒位重要咧，对我来讲，我有经历着高点头一个就是我感觉台文对我的发音足有帮助的，因为大家拢知影。现在应该大家拢说话在台文，但是就是学台文的，你头一个爱学的就是台语的罗马字。学罗马字了后，你就知影台语这个语言内底有啥物音，而且有啥物声调，声调该安怎变调。其实你学罗马字了后咧，你就会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听到啥物台语的词，我就是用的，就是用就是用讲伊要安怎讲安尼啦，所以就讲到袂无标准安尼啦。毋过就是学罗马字了后，就会知影讲一个词要安怎读，因为就有字典会当看嘛，所以就有一个参考，所以。就是会发现讲，家己真正学罗马字了后，对台语的社会系统愈来愈了解，而且家己的发音嘛对咧进步安尼。所以发音变得较好，家己讲话嘛佫较有自信。所以就感觉讲台语的罗马字真正是最重要的物件。好，另外一个就是思虑量，因为细汉的时阵就是因为。我是国校6年的时阵搬到台北，所以为遐时阵就是慢慢无讲台语所以我感觉我的台语的程度可能就一直停伫遐，可能就是大大退化，所以思虑量就是愈来愈少安尼。到第2本到4档嘛，所以我感觉讲伫上尾迄2-3档我已经无啥物思虑量，虽然我听佫听有，毋过讲就是讲袂出来。毋过学台文了后，你自然就是会当去便利店而且嘛会当看一寡台文的文章所以自然你就会开始接触正毋捌的一寡词。最近嘛有发生一桩代志，就是顶礼拜才发生的。我就是打电话互阮阿嬷，因为就是即摆花莲有一个全台语的导览，伊是就是带人去看海岸的。所以我就想要带阿嬷去看，因为是全台语嘛，就最适合阮阿嬷去。我就靠阮阿嬷，就讲你想要看海岸无？阮阿母伫咧边伊听到海岸就讲海岸是啥？台语敢有迄个词？所以阿嬷拄好甲阿嬷咧讲电话嘛，
所以我就讲海岸毋着整云，你若毋知影，我就感觉足爽的，是安怎？就是因为细汉的时阵，常常笑话的人就是阮阿母啊，伊就是迄个讲听你讲台语足痛苦的。不过就是因为学台文了后，我感觉我就是开始知影搁较侪事，而且我最近是发现讲有一寡事是阮阿母毋知影，因为虽然伊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大汉的，不过因为可能伊日常生活袂拄着一寡像讲拄则海洋这款事啊。最近我嘛发现讲伊毋知影死人这个事，所以就大家知影，所以我就感觉讲正经咧笑我台语无好的人，今仔可能台语无我好，所以就家己加较侪自信安尼。所以这也是我感觉台文对我最有帮助的所在。我嘛相信讲，我若是继续去学台文、读台文，我的台语嘛会对得越来越好安尼，就是开始有迄个自信啊。好，第三个就是语言的观念。我相信伫台湾大汉的人，可能拢听过，就是台语是方言，台语有音无字，台语敢若会晓讲，袂当写出来安尼。其实开始读台文了后，就发现讲，遮个观念其实就是毋对啊，因为台语才毋是啥物方言的，因为台语甲华语根本就是无共的语言啊。我细汉的时阵就会想讲，台语是方言，所以若是甲华语所有的事用台语的念法念出来，就变做台语啊。不过其实就是台语的词律甲文法甲华语是完全是，虽然有小可是讲有小可词律是同家用的，不过嘛有真侪是台语，敢若台语话词啊，台语敢若话文化，就讲华语讲我答你，不过台语就是讲我家己读，迄个家己华语内底就是其实是一个少单方面的一个词安尼，而且还有一个嘛是毋对的观念，就是感觉讲华语就是较标准、较正式，不过讲台语就是较抽象、较无水准、较无文化安尼。我感觉即个观念甲真侪台湾人感觉讲台语是一个无文字的语言是相关的，因为若是想到即个语言无文字，就会感觉讲即个语言是无可能发展啥物文学啊，嘛无可能去做啥物学问啊，所以就感觉讲台语就是遮个代志拢做袂着啊，所以应该就是比华语搁较无才调安尼。不过学台文了后嘛是会接触一寡台文的历史啊，就会发现讲，其实台湾伫100当前，迄当阵的台湾人就是已经会晓用台语来写字啊，像讲白话字啊，咱就当为文化的角度，就当讲台湾府社教育部啊，迄当阵就是会晓写白话字的人，嘛有伫即份报纸顶悬咧创作啊，所以遐嘛有足侪咱正经拢毋知影诗啊、小说咧。若是讲汉字的，咱就当讨论讲歌册啊，还是讲30年代嘛是有知识分子咧讨论讲要安怎用现代的白话文去写台湾话安尼。搁来专文知识嘛是共款嘛，就是咱若是去编100当前的文献，就当看到迄当阵一定有人用白话字咧写一寡医学的物件啊，而且像讲大家拢知影的台湾文化协会。领导者创会会嘛是有写过一本册叫做《10项关键》，迄本册内底就有讨论一寡日本时代的社会议题安尼，所以台语其实嘛是会当摕来做一寡较正经的物件。不过我感觉讲台湾人就是毋知遮个历史，才会感觉讲才会去看台语无安尼。若是知影台语甲华语拢有才调做遮个代志，就会想到语言平衡的问题啊。因为就是伫即摆的台湾社会内底，我感觉讲华语也阁是有一个特权的。咱去
咱开始进入到教育系统内底，咱就要用华语读册啊，就要用华语考试啊，升学嘛一定要用华语啊。若是毕业了后想要找头路，嘛是一定要讲华语，才有头路通找啊。毋过台语或者是其他的台湾语言就无遮的资源，所以我感觉讲华语就是甲所有的语言资源拢食去啊。所以即摆学生囡仔才会感觉讲，连伫学校学一礼拜一节本土语言课嘛，足痛苦的，因为因就是感觉讲，遮的台湾语言拢是无路用啊，毕业了后嘛袂当用遮的语言来找头路啊。所以我伫社群媒体顶悬就常常咧讲遮个代志，因为我感觉讲，台湾人应该爱有用家己的母语受教育的权利，安尼才会当才会当达到真正的语言平权安尼。除了语言平权的议题呢，我嘛开始注意一寡譬如讲，拄则嘛讲过台湾的历史嘛，不过我遮想要讲的是。语言本身的历史，我感觉讲用去讨论语言本身的历史嘛是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毋也是一个中性的物件，伊毋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我感觉语言后壁是有一寡思想、一寡意识形态伫遐的。就讲，咱若是讲到华语即个语言的历史，咱会讲到啥呢？我家己啊，我其实会想到。过去华语即个语言是伫北京的迄边的官话开始发展，演变过来做即摆华语的。过来就是讲，讲华语的历史嘛会讲到，大家伫国语文课拢会读到的新文化运动啊、五四运动啊，还是讲白话字运动去看遮个历史，拢会感觉讲。伊根本就是拢是伫中国发生的代志啊！伊遮个代志拢是以中国为主体伫发生的。甲台湾有啥物地带？但是甲台湾有地带，咱就会讲到国际运动啊。是安怎迄当阵来插国际运动的，就是会讲到国民党来台湾进前的，就发现讲台湾人即摆讲日本的较济。所以有一个部分，因就是想要透过国语来互台湾人会当去日本化，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想要互台湾人正做正港的中国人。所以国语就是因就是透过国语来培养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安尼。所以若是想到遮个代志，就会发现讲，华语即个语言后壁其实是有一个足重的中国意识形态伫遮。毋过，我感觉即摆的台湾人就是袂去思考遮个历史、遮个代志，就会感觉讲华语就是足自然啦，就继续讲就好啊，是安怎爱想较济。毋过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人应该爱来注意到的代志。若是讲到台语的历史，咱会讲到啥呢？我家己是想到，台语即个语言是为漳州甲泉州。即两边的人移民过来台湾，伊甲因的语言走过来，因两边的语言咧，伫过去几百年的时间，豆演变，豆小透人，最后演变做咱即摆讲的台语。所以咱伫台湾真侪无共的地区，拢会听到有各地特色的台语，咱嘛当叫听口差。我嘛感觉讲，这就是。台语即个语言伫台湾在地化的一个证明。若是讲到台湾历史，就是甲拄则讲的共款，就是当讨论到地位字啊，当讨论台湾文化协会啊，过来就是当讨论30年代台湾话文论战啊。遮个代志拢是伫台湾即个土地发生的，所以咱就自然就会当甲台湾囥伫中央来看，就会当用台湾为主体来思考遮个历史，所以我感觉讲，若是我家己是愈读台语文就愈捌遮个台湾史，我之前是毋知的，所以拢感觉对台语可能无遐尔有感觉。毋过读台文了后，我读
台语文的历史了后，我就感觉讲对即块土地的感情愈来愈深，因为我知影即块土地发生啥物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尾我就感觉讲，讲台语写台文就是我即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展现，所以我嘛感觉讲台语即个语言，伊背后的思想，伊背后的历史是甲我价值观是较绑来的，所以我就开始讲，感觉讲台文真正是影响我的，毋但是思考，若是我语言的能力足深的。我感觉讲伊就是改变我规个人生安尼，所以我就开始想要来吹散台语文，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做一个台语文相关的 app， 互伊变就是即个最后的成果。做出互伊变正经的，其实嘛有做另外一个 app， 我感觉迄个 app 会当算是互伊变的前身。我拄则有讲，我正经是伫 Apple School 即个所在安怎写评写的。迄当阵就是逐个人拢爱写一个毕业专案。迄当阵我伫面试即个课程的时阵，我就有讲，我未来想要做一个台湾属于台湾语言的Duolingo行的即款 app。我就想讲，我既然既然伫面试的时阵就安尼讲啦，所以我的毕业专案应该爱来试看卖做即件代志。所以迄当阵就想到即个 app， 伊的名就叫做 Duolingo， 大家敢用会出来？这是这其实是两个字。Lingo 其实就是语言的意思咯，所以就是台湾的语言的意思。迄当阵就是敢若有5礼拜来做即个 app。所以，若是你有稍微听时，就知影5礼拜爱做出一个 app， 其实是足困难的。所以，迄当时我就是逐工拢是9点起床，去学校，就开始写程式，就写到暗时10点、11点安尼。所以，迄5个礼拜拢是过安尼的生活。所以我感觉讲有迄个时阵的训练，我尾啊才会当靠家己一个人的能力做出即个互伊理解的 app， 所以我就足感谢迄当阵的拍片安尼。过来就是做即个 app 的时阵，我就想到我想要就是甲阿嬷的写留落来，因为我学台文了后，才知影台语是有抽考差的。我就是开始有注意，就是阮家的人讲的台语，就发现讲，我甲阮阿母、甲阮阿嬷讲的台语拢有相口无共，像讲我讲做粿，阮阿母就会讲做粿，阮阿嬷就会讲做粿，我就感觉就发现讲，阿嬷的台语其实即摆无遐尔有机会听到，我感觉讲足趣味的，我感觉是靠我传出的迄种台语。所以就感觉足新鲜，就想要甲阿嬷的腔口留落来安尼。所以迄当阵就是，我迄想法就是做一寡课程就是会当学台语的学仔字嘛有找一寡就是一寡词，互阿嬷念，就是透过即个方式，就当甲阿嬷的写留落来安尼。好。Duolingo 这个 app 就是像安尼，我迄当阵的想法就讲一个课程就是一张字卡，所以使用者就会当安尼回去后一张书。过来就是伊的功能其实甲互伊即有小可共款的所在，就是当放声音档会当收总数会当写笔记等等。其实迄当阵就已经有想法过来甲互伊顶真相像的所在，就是嘛有设计一寡游戏，会当互使用者来学习遮的好用词安尼。毋过做即个 app 的时阵嘛，有拄着一寡困难。头一个就是，因为阿嬷无罗马字的观念嘛，所以若是爱互伊念一寡无意思的字，就讲迄当时就想要想要互阿嬷念讲巴、帕、妈、妈等等的，就是最基本的罗马字，甲迄个母音合作的迄个词。毋过
就是讲到巴，我就是会当想到巴类，阿嬷就我就讲巴类巴，两巴类巴就好啊，阿嬷就知。啊，毋过若是拄着 BA 巴，就是台语就无即个词啊，就阿嬷就会想几个就甲我讲，你叫我念即个奇奇怪怪的写是咧创啥？所以就是录音的过程就是拄着足侪我刚刚讲袂当讲是困难，我其实感觉讲足好笑嘛，感觉足享受迄个过程，就是而且嘛会当甲阿嬷加讲一寡话安尼，所以毋过就是有一寡就是沟通的成分安尼。啊，迄当阵阮请教有教我录影，所以会当互大家看迄个情形是安怎。爸，讲爸。巴雷巴，巴雷巴，巴，安哥讲巴，这个是我就知影要安怎念啊。妈，就讲妈，妈，咪，秘书，考门啦。啊，是讲从头猜的问题。啊，这就是迄个成果。我是感觉录了袂歹。囡仔，这我是讲阿嬷的声。伊，这就是讲用他那个伊啊，就说阿姨，医生。这就是拄则讲的，当用体来学习的游戏。爱，其实你若是用过会议典，就会看到，其实足侪元素是迄阵就有啊，像讲会议典的配色啊，就是迄个架势，就是即个学语啊，嘛是迄嘛是迄当阵就做出来啊。好，啊毋过我也嘛是拄着其他的困难，像讲若是未来想要发展即个课程，就爱录搁较侪事啊，就会开始感觉讲哦，拄进前录可能50个就开展一个时间，若是未来要录这个课程，可能开搁较侪时间，就感觉讲家己无迄个材料去搭这个成本安尼。啊，过来就是设计，就是感觉大家看到这个 app， 感觉讲无即摆有伊电遐水，啊而且功能嘛是无即摆有伊电遐完整，所以就会感觉讲就会开始怀疑讲这个 app 若是真正互伊就市，敢真正有人会来用？啊，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感觉讲我就先放弃啦。啊，即摆正面看是有相当可惜啊，因为我感觉讲，阮阿嬷会写真水，就是想要互搁较侪人听到。啊，毋过就是嘛是感觉讲，家己一个人爱做到遮个代志，真正是无迄个材料啊，所以就是放弃啦。啊，尾下个毕业，为迄个 Apple School 毕业了后，我就是去台读研究所。啊，读册的时阵，我就是因为已经会晓做 app， 所以就开始有想一寡就是有一寡想法，做 app 的想法。啊，毋过就是拢感觉讲无法度实现。啊，毋过尾啊读半年了后呢，我就发现讲教育部的书店，因为迄当阵那是2023年时阵，即个教典的伊个网站就是改版，所以就可能应该是有真侪新功能当用。啊，而且界面嘛加搁较水安尼，所以我就是有去遐细看咧。啊，就发现讲伫授权的所在着即个写明，就是讲教典的文字甲演讲的内容，拢会当摕来用，而且呢，你会当摕来商用。我感觉这是足关键的，因为会当商用就会当摕来做 app， 而且若是开发出一寡爱护的功能，嘛会当嘛无问题安尼。所以我就想到会当
做一个例点，因为迄当阵咧伫 iPhone 顶悬咧原本是有一个书顶的 app 叫做找台语，大家应该拢知影。啊，伊本来是有网站嘛有 app 的，啊，毋过后来就是毋知是安怎就甲迄个 app 收掉，所以就变做iPhone 甲迄顶悬就是无一个好用的书顶 app。係嘅，啊，所以咧就想講，既然即馬無迄個書頂的 app，我家己就當做起來，而且人攏已經甲遐個行動攏落好，我就毋免特別家己去開始講做這個代志，所以我就感覺講，即個書頂的 app 是做會出來，我一個人就做會出來，所以就是我就趁研究所休館的時陣，我就開始做這個網頁。啊，尾嘛是開可能5、6個禮拜就甲有影做出來啊。好，啊，迄當陣想要開發這個學語，但我就是有我就寫起來一寡是安怎我想要開發這個咧，啊嘛有想要互啥物款的人來用。啊，迄當陣咧，我就是希望，因為即擺台灣就是有。大部分台灣其實攏毋知影台灣這個物件，所以就是希望會當用手機啊 app，這款方式吼，佫較濟人會當接觸台灣，因為每一個人逐工攏會用手機啊，所以若是手機內底有一個甲台語文相關的 app， 我感覺會當互台語文吼佫較濟人看到安尼。過來第二個就是互台灣學起來較方便。因為我感覺我正是感覺講家己咧學台灣的時陣，就是感覺講無，雖然講教育部的書頂網站是找台語攏已經足好用啦，啊毋過我感覺講也無夠，而且會當做佫較好，所以我就開始想講是有啥物功能是遮個網站做袂到的，所以就開始想啊，上來嘛介紹一寡就是教育遮個網站無嘅功能。後來就是第三個就是因為拄則有講嘛，大家就是對台語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會感覺講台語足慫的啊，台語足無水準的啊，所以就想講若是我做這個 app， 我一定要做到足高水的，因為我想要寫的就是寫少年人，因為我知影若是高水少年人一定會介意，所以就會少人來用這個 app 安尼。過來就是正經會感覺講，台語這個語言有小可對時代袂調，所以就是透過甲台語文囥佇個手機內底，就會互人感覺講，其實台語嘛是會當用現代的科技應用喺台語這個語言頂懸，所以就希望做出這個 app 會當改變佫較濟人對台語的印象安尼。過來上尾一個就是想要證明學台語嘛是有無用的。因為我在學台灣的時陣，身軀邊的親戚就會講，學這哪有啥物好啊？就未來嘛找無頭路啊！所以我聽到就足袂爽啊！所以就想要證明因攏是毋對的，所以我就一直攏想要做出一個會當就是會當盈利的產品安尼。好啊，做出來了後誒，嘛真正是發現講台語是有市場的，啊，做出這個 app 了後，因為我就佇社群媒體寫一寡文圖文啊、宣傳安尼，所以就一開始就吸引到真濟人來注意我的 app， 所以拄開始就持無偌久咧，有一個期間我是佇App Store 頂懸教育app 的排第一名，啊，迄當時就感覺講足驕傲的啊，因為這毋是啥物清清彩彩就會得到的成績，而且咧就是可能 Apple 官方可能因為可能做 marketing 的部門嘛有注意到我這個 app， 所以伊就是有甲我來有寫批互我講會當甲我鬥相安尼，所以我就是有家己去做一寡高水的圖互因用來宣傳安尼，所以其實就是。我
我其实会宣传即个 app 拢完全无开钱，我就是靠家己写文啊，就是可能即个 app 是有品质，大家才有口碑啦。所以我其实就是一箍拢无用伫咧宣传安尼。而且就是媒体嘛是注意到即个 app， 所以就是像讲公司台语台啊、电视嘛是有找我来做采访安尼，嘛是有演技的 podcast 找我去就任的节目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做即个学语言 app 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即个 app 真正是改变我的人生，而且因为我足介意台语文的，所以我就感觉讲因为即个我会当互搁较侪人看到台语，而且我嘛感觉讲我续落来人生我会当继续为台语拍拼安尼，所以我感觉讲遮个经验对我来讲拢足重要，嘛改变我的一生安尼。啊，未来我有啥物愿望的？第一个就是希望今年当甲 Android 版本做出来，因为其实逐礼拜拢有人来甲我问讲，Android 版出来，我其实感觉有小可压力啦，因为我甲咱一个人咧做，我即摆嘛是有工课的，所以我就是会当靠下班的时间来做，所以其实有小可困难。毋过即摆 AI 足厉害的，所以我可能会当请一个 AI 来替我写 Android 版。我感觉是有可能的所以希望AI 会乖乖，我就会今年年底可能希望会当做出来安尼。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做这个的面顶就发现讲，这个 app 其实是有市场的，因为即摆电话无面顶的人差不多有400个，其实嘛，我感觉讲靠无面顶赚到的钱，其实就会当互我日常生活无啥物烦恼啊。我感觉讲就是煞来嘛爱愈做愈大，所以我就是常常有咧拍拼，写一寡宣传的文啊，一寡台语文观念的文，伫我的社群媒体顶悬。因为我感觉讲透过做遮个代志，透过遮个宣传，互搁较侪人知影台语文即个物件。迄个台语文的市场，就是自然就会愈来愈大。我嘛相信，台语文是有即个材料会当成长的。好，最后一个就是，甲我正一开始学写程式理想共款，就是我想要开发出一个会当属于台湾语言的 Duolingo， 就是专门为台湾语言设计的一个语言学习 app。因为我感觉讲其实毋若是台语的状况足歹的，其他的台湾的语言，原住民的族语啊是客语是，拢是拄到可能因的困难比台语的困难搁较大，所以我就希望未来会当甲因斗相共。其实教育部迄个客语书店嘛是有开放互民众会当免费使用，会当常用使用的，所以。我就想讲，当透过共款的方式，甲客语的内容放伫我的 app 内底，安尼大家毋若是会当用我的app 来学台语，可能嘛会当学客语啊安尼。所以希望就是遮个台湾语言会当做伙拍拼安尼。好，即个是我伫读研究所的时阵做的一个应用。迄当阵因为ChatGPT 拄出来可能1年吧，迄当阵就是伊的台湾也无遐尔好，所以我就有想到会当互 ChatGPT 来读，就是教育部的迄个台语词典，就根据迄个词典的内容来回答你的台语的问题。所以大家看者，这是我迄当阵提过报告的样子。来刚好看着，我回看着。好，点开。
就是你就会当用华语问讲哦，啥物事的代志敢讲啊，例句上啊，无遐尔清楚。对啊，啊讲紧张啊，嘛当然。这是我去当成报告的时阵爱用的。欢喜，啊，嘛会当叫 AI 替你找台语做运动。假的，头发都臭起啊，到时其实伊拢找得出来。鼻哥，混咯，啊，这拢是参考到底无迄个时间来资料。嘛，其实一家还是从出发点过来，就是，这嘛是出发点过来。桥头火车站，叫伊找这个，我讲伊找火车站。台北车站，这我是唔知。台铁，几乎，落山，大声，大声话。臭卡秀，这个我唔晓得。食饱，所以就是迄当做，啊，我是学生的时阵做的一个专案，啊，就大家就会看到，迄当做 AI 其实伊的台语能力无遐尔好，所以嘛是会拄着真侪个问题，所以最后嘛是无公开互大家使用。啊，我感觉讲，即摆的 AI 其实伊的台语会愈来愈好，所以我感觉讲将来可能嘛会当做一寡应用。啊，若是你对即个点题是有兴趣，我感觉讲做大啲甲大家来思考讲要安怎甲 AI 应用伫台语里面安尼。好，好，接下来就是真正是爱来实际来操作即个网络电脑。但是大家有 iPhone 会当摕出来，但是还未用过网页的人，可能会当做伙来使用，因为刚刚讲做伙来用着迄个平板记忆，可能就较知影要安怎用。啊，若是你是无iPhone， 你会当看荧幕，还是甲边仔的人看？都无问题吼。我先来调整一下，互大家准备一下。好 ，OK， 好，大家拢差不多啊。啊，首先就是想要介绍的是网页电查找的功能，因为伊是一个笔电嘛，所以一定爱有会当找出的功能。啊，若是你想要找出呢，你就会当伫第二个分页，就是即个汉字的即个图。啊，为遮咧，你会当试遮顶悬遮，卖当试即条汉字。啊，你可能会想讲，即条是要创啥的？即其实会带你到专门查找的功能。啊，即个功能我等一下嘛会讲。啊，我咱先讲就是找单词的功能。好，我慢慢来。好，我先来介绍。好，所以若是点遮伊就会当找出啊。啊，我拄则有讲过，会当拍台语的罗马字嘛，会当拍台语的汉字，啊，你嘛当用华语来找出。啊，而且罗马字的部分呢，就是你会当拍台路嘛会使，啊，白话字嘛是会使。啊，过来你若是甲关。好，你若是甲关键字拍了后咧，
伊就会去资料库找资料，就会甲遮个结果点互你看，结果就分做精准甲相关。咱先来看精准是啥物意思？好，我就是先用汉字来做例。那你刚才看就是，所以我甲汉字拍入去了后，伊就会去找遮个汉字，因为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伊就会看伫精准的所在。找着他最好找第一。汉字了。等下来讲，就是先讲精准的部分。对，汉字的项目相关国家。好，我拢有找到汉字吼。对，汉字的汉语，华语是草。不过台语是无的。好，若是看到汉字了后呢，咱当试罗马字。罗马字嘛，就是看遮，若是有一模一样的，伊就会找伫个精准这个所在。OK 吼 ，OK， 相关的部分呢，你就会看到，怎哪会有汉字？哪有汉字？我甲你讲啊，遮其实是有汉字的哦，就讲看到汉字遮，遮嘛是有汉字的哦，汉字。就是相关的部分，伊就是无看声调啦，所以所有类似的词拢会做正找出来。声调要安尼设定的，因为我拄学台湾的时阵就会发现讲，我虽然有小可知影罗马字，毋过我声调常常写毋对，所以就意思讲，我想要找词的时阵，因为声调毋对，就找无迄个词，所以我伫咧设计的时阵，就是有考虑到。初学者，所以就想讲，就相关的部分就无看声调，安尼会当找搁较侪词，所以你找着词的几率就搁较大个。毋过嘛是有留即个精准落来，因为安尼较知影罗马字安怎使用的人，就会当直接为遮找着伊想要找的词啊。好，即个若是我拍汉字。就是无声调，就直接拍汉字，你就会看到汉字即摆来出现伫相关内底啦。因为就是无看声调啦，所以嘛是有做着汉字。其他拄则看到汉字、汉字嘛是出来。而且咧，即个相关的部分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若是拍汉字，伊其实嘛会找到其他相关的词，甲汉字相关的词。就讲，遮就会有无汉字啊、乌汉字啊、亚汉字啊，遮拢会当，你就会当看到，遮个词拢会当甲汉字放做伙。所以我感觉讲，伫即个找词的过程当中，你嘛会看到搁较侪台语的词，然后就即个词要安怎甲其他的词做搭配安尼。好，过来。用华语找词的功能嘛是有的哦，但是可能你毋知影章鱼即个台语要安怎讲，伊就是嘛是会找出来哦，所以伊就会看到塔口还是石笔，是安怎有塔口甲石笔的，伊就是靠即个解说的部分，遮就是有写章鱼嘛，所以就会找出来，遮嘛有章鱼，是安怎有乌白册的，安怎讲？有章鱼。所以就是，可能有时仔会找到无相关的词，毋过嘛是加减有一寡词嘛是袂歹的啦。除了词条的，伊嘛会当看就是例句，所以即个例句其实是毋是找词条，是找例句。遮就有章鱼啦，所以嘛会即个例句嘛会找出来。好，另外一个内容是长颈鹿。就这样讲长颈鹿的台语要安怎讲？
啊，你直接拍入去就会看到哦，长安路还是基隆路拢会使。啊，伊就是看这长颈鹿，啊就找出来。这嘛是看长颈鹿。好，所以用这个我感觉这是我们里底的一个特性。啊，若是用这个特性，咱嘛会当做无共款的学习，像讲，大家拢知影台语是会有受到日语的影响真深嘛。所以，咱会当拍一个日语。我其实毋是要找讲日语要安怎练哦，你就会看到相关的部分。迄个书条的解说，其实教育部拢有足相像的写法，像讲遮就会写着原自日语、照自日语，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咱就会感觉所有为日本话来的词找出来，真济哦，就是足济拢甲日语相关的，所以用这个方式，咱就会当用较成主题式的学习去学遮个词。啊，大家敢若用看卖计算找到啥物款的？计算，有看，电脑，毋是哦，好，计算会找到的是量数哦，因为教育部伊的解说的写法就会讲，计算啥物的单位，计算啥物的单位。所以就会当透过这个方式，甲所有甲量数相关的词找出来，就是真济啊。所以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学搁较济一个主题开的相关的词来。过来动物，这就足明显的，咱就会，你就会当看到遮就是动物骨点。饲养动物骨点，所以就当用动物来找遮个动物词要安怎练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小撇步，大家敢有看到？啊，听到没？感谢。你把它骨头刀。所以过来就是这个找词的功能你嘛会当用正规表达式来找词。啊，我等一下就是会用这个来当做题目，互大家找词找看卖安尼。啊，这其实是若是有稍微填写的人，可能拢有所发知影。这就是刚提出定来用的一个工具。啊，咱等一下就会当看这到底是啥物物件。啊。若是你感觉讲，这个正规表若是有趣味哦，你可能是有材料做甲评书的哦。好 ，OK， 过来就是词条的详细页面。好，若是咱试遮就会当入去一个词条的页面。啊，遮就是迄个词的汉字嘛，罗马字就是遮。啊，即个分类大家感快着，伊顶悬是写就是鱼虾海兽等等的词。啊，其实即个分类是教育部的书顶伊家己分的，啊，我就是直接摕来用。啊，这拢是会当点的哦，所以点入去，你会当看到真济甲就是海产有关的词啊。所以透过即个方式嘛，是当主题式去学习遮个台语词。这种是食面、饮料、酒等等，这种是教育部已经分好的。好，过来嘛是有工字词甲翻译词，按过这个词条敢有工字词，就是这嘛是教育部书顶的家己已经分好的，所以这拢是会当点的哦。所以你就会当学到真侪相关的词，来看敢有翻译的。拢是工字词，无要紧，爱记就是共款，就是当看到工字词，你就当点。啊，下骹遮咧，就是词条的刷地方。啊，你这名词的内底解说，内容对对来，你教无迄个华语词典内面，教无等于这这名词就当做。会讲。你这内容对对来。哦，拢是为教育部迄个词典。教育词典，华语词典内底词典。
台语就是台湾台语常用词典，就是迄个嘛。我嘛是有那个 iOS 那个安卓的版本上去。应该有一个理念叫做萌点，应该当。袂使用啊，可以对较袂。袂使用，袂使用，我之前拢用的。哦，之前我用拢停用啊，我就无用啊，蒙点。哦，嘿，所以，我无拍定。啊，发现即个无伊点内底的资料拢属于迄个教育部迄个上网书店内底。好。啊，遮就会当看到例句啊，其实遮个例句嘛是拢会当点，当有较的。我看一下哦，哦，遮就有较长的例句。啊，若是你看到粒仔是啥物意思啊？你就会当直接点这个粒仔，啊，伊就会带你到粒仔的词条，你就当看伊的解说。啊，点汉字、点罗马字拢是会使的。啊，遮嘛有其他点会当点，就是会当带你去迄个其他点词条。啊，这就是若是用教育部的讲法，就是较麻烦，因为就是爱一个一个去查。啊，毋过若是用学语字典，就当直接安尼点。过来就是播山动。有技能，粒仔碰人啊。啊，毋过这是其实是爱付费才会当使用的，这就是词条本身的啥。啊，这嘛是爱付费的。啊，教大家一个撇步就是，若是爱听免费听遮的词条的声的，你当试这个连接图，啊，伊就会带你到教育部书店的网站，啊，伊就会当为遮播。安尼教大家，教大家这个撇步，可能就会趁着着。啊，有我粒仔碰人啊。足方便，所以其实你是付钱还是免费的班，我其实拢感觉讲功能拢足完整的，所以大家真正爱好我去使用。好，过来就是这就是分享。啊，你就会当甲譬如讲你想要你学着这个词，你想要甲你分享出去，你会当是先是 copy 好啊，啊是 copy 了后咧，可能你手机仔内底app 嘛是试分享会走出来，搁较侪其他的，比如讲社群媒体啊，是笔记的 app， 啊你就会当直接试听，啊你就会当直接甲你学着的词写入到，比如讲你想要铺伫咧社群媒体嘛会使啊，啊想要做笔记嘛会当直接用即个方式去写。啊，若是用 copy 的，你就当直接打去。所以呢，你若是想要分享一个词，嘛是会当透过即个分享的功能。啊，若是另外一个就是会当甲影像做起来。好，啊是你选即个存图片的功能。你就会当伫你的相片、迄个 app 看到，就是拄则分享出去的一条运动。啊，我正经做即个功能，其实是因为我爱伫社群媒体分享一寡台语文书，所以其实即个功能可能是我做互我家己用的。啊，不过我嘛感觉讲，正经我用找台语的时阵，就是伫手机仔内底就会一直截图，因为我感觉讲我学着啥物形式，我就想要用截图的方式存起来，所以我就想讲用这个方式嘛会当，可能别人嘛有共款的需要，啊就会当我感觉讲用这个方式来记录遮的词，是较有，我感觉讲较高质、较有美感，就是看到相片的时阵，袂感觉讲拢是较无规则的一寡图。好，也是有教育会当用。好，再来是即个就是笔记。所以就讲你就会针对即个词条，你若是有啥物
比如讲你伫网络顶看到啥物动画，会当补充的，你就会当写一只。啊，你写落来了后咧，伊就会存伫遮，伫即个第三个即个书单的页面，啊，遮就有一个笔记，啊，伊就会看进前你有啥物物件咧。好，过来是。你的笔记敢是你写的顺序就遮个顺序？笔记。哦，就是。我记的时阵，我是记即个头一个第一个第三个，伊就照迄顺序排落来。其实你是照你编辑的时间，所以较新的排伫头前，较旧的排伫后面。哦，时间点样无够的，可能有法度做一寡练习啦。过来就是收藏书的功能，就是即了就会当收藏一个词条，啊，你就会当伫遮找到你想要学的一寡词啊，啊，而且你嘛会当甲词带做分类。是较长的，就会走出即个样子；是较长的就会走出来。啊，遮是你是即个加号的词柳，可以当先增加一个词单。安尼伫遮就会出现我拄则写的迄个 text。所以，比如讲你就会甲同一个词放伫个同一个词单安尼。或者是你想要考啥物台语认证啊，嘛会当透过安尼后是去你想要的词分类啦。好，过来是专文查找。好，设计这个功能，就是因为我学台文的时阵，常常看到伫网络顶看到别人写的台文啊，毋过我读起来拄学的时阵读起来就是。足食来的，所以我就想讲会当开发即款的功能。像讲你若是伫网络顶观看到，这是公司台语台的网站，但是你有咧读啥物台语文的文章，你是遮是即个，这是为遮入去的。是即个你就会当甲遮的文章搭去啊，啊伊自动就会甲你替你标。遮个汉字的读音，啊，伊若是市的，叮咚，困，叮，你就会当听即个词是安怎念的，而且咧，你是较长的，伊就会带你到伊即个词的词条。所以，若是你读一个文章，你若是毋知影迄个汉字是啥物意思，你就当透过即个方式去听迄个音档啊，看迄个词条的内容啊。所以做即个功能，就是主要是想要甲拄开始学台文的人斗相共。但是因为我拄开始读台文的时阵，就是爱看册，爱编字典，就麻烦的。所以就是透过即个方式，就是当直接伫学字典读拄则你即摆咧读的文章，而且若是有毋知影的图形嘛是意思，嘛是当直接去查的。啊，其他的功能就像讲咧，我家己是会甲即摆咧学的词嘛放伫遮，因为你若是有富裕，你就会当饲遮，饲即个。汤拖鸭，伊就先参像一个报告。咸啊，阿波贼。所以就会当安怎做代志，放伫边啊安尼听。啊，我感觉讲可能对考认证爱背一寡词的人拢足有帮助的。啊，毋过即个功能就是爱富贵啊，但是无富裕就是爱安尼去点。汤拖鸭。过来即条咧，就是会带你到嘛是。甲拄则词单足像的概念，所以你若是想要安尼复习遮个词，嘛是当安尼复习的。好，啊，即个专门查找功能就差不多就安尼。啊，过来想要佫想要讲的一件就是即个，因为我即摆用电脑，我无法度直接甲伊叫出来。毋过你若是饲即个咧。伊就会叫出一个镜头，啊，伊就会当翕你咧读的台文的册，啊，伊就会当扫描顶悬的文字，啊，伊就会出现伫遮。所以若是
有咧读专本册，就当用安尼的方式。可以再用风格气泡来。好。啊，剩咧就是甲编辑者的问题相关的，但是你饲即个有特别的所在，就是当编辑者的事。啊，若是你感觉无介意，你就会当饲即个就是暗度，伊就会转去拄则迄个状态。啊，若是感觉要治，你就会当饲只就维度。好。所以这个专门查出的功能就差不多就安尼。我感觉讲就适合吼，想要读台文，啊，毋过对台语文啊，毋是遐尔熟的人来使用。再来就是罗马字的部分，罗马字的部分课程是为这个首页啊，这个嵌入去，就咱看到。下只有罗马字吼写调嘛有变调，啊，这拢是免费当使用的，啊，这就有解说啊，啊，你饲只啊，这就是逐个名仔替我落来，加啊，这就是一款的，就当学甲啊相关的词，啊，你若是饲伊就当学相关的词，啊，过来这条咧。你若是饲款的，你就按甲复习的游戏叫啥？你就会当透过即款的，就参像Duolingo迄款的方式去过遮的词安尼。安尼，差不多就安尼。啊，做这个功能就是希望讲。大家咧学罗马字的时阵，袂遐尔痛苦，就当透过即个方式，就是逐工拢加减学一段，啊，慢慢就希望大家就会当用即款的方式，甲罗马字学较安尼。啊，写调，其他写调，大家会当去看。啊，若是有付费的，就当用加教育部7、8字的部分，嘛是介用同款，就是当饲只下写。阿金。啊，若是一较长的，你就会当看到迄个词条。所以若是要考虑一个嘛，就是专门做要考虑一个人啊，嘛是共款会当耍游戏。啊，另外一种耍游戏的方式，就是拄则会当甲词家己去词段嘛。所以你伫遮嘛会当看到一个，嘛会当针对遮的词去做复习安尼。乌白切。所以若是你有长咧学的词，啊，毋过你感觉足歹记的，就当透过这个方式去复习。好，我感觉时间可能无够，所以无法度讲一寡较正解的物件。所以，会当讲一寡话无？会讲讲一寡。哦，我直接好，我要安怎讲诶？所以讲我直接大家会当先翕起来啦。就是遮的符号拢是代表一个功能，像讲这个句点的，伊就是会当代表任何一个字母。所以，譬如讲你拍句点ICK， 伊就找到，譬如讲 keep， 因为这个句点就是咧代表所有的字母，所以伊就会甲符合的词拢找出来。啊，这个我毋知影这要安怎读，啊，不过我就教伊倒笔啊。拍这个倒笔的，伊就是讲用啥物开头。啊，譬如讲你拍倒笔 A， 伊就会找到所有用 A 开头的词，像讲用英语来看就是 Apple 等等。啊，若是可可的符号咧，就是结尾的意思。所以你拍 T 可可，啊，就是会出现 set， 因为伊就是用 T 做结尾的。啊，今日我想要互大家做的题目，其实就是甲这相关。啊，若是你想要找讲，因为有一寡情形是，你知影迄个词的上尾一个字是安怎念，啊，毋过头前可能明白，所以你就会当拍句，啊，拍一个可可，啊，
大家伫考考就是讲结尾的意思。所以若是拍安尼拍，你要找到，譬如讲米句啊、乌句，拢是用句做结尾。大家当去看来，过来我先讲就是，若是想要看菜开台厝咧，你就用拍倒比菜。安尼就是会当找到菜图点点的，就是菜开头的厝。我感觉即个应用的嘛，当你若是咧有做一寡创作啊，是写诗啊、写歌词，你嘛会当用找到啥物文的词，像讲，你若是咧找烟烟文的，你嘛是会当共款用烟拍一个空空。这就是拢是 NS 啦，无咧管啥调。所以你若是想要做一个创作，嘛是可能会当用即款方式来找到找到适合的词安尼。拢是结尾。好，刚讲时间，讲4分钟。我看哦，像讲你想要找啥物白啥物母啦。这样是当找出来哦。这个副调就是代表任何一个字母嘛，所以任何一个汉字嘛是会使的。所以你就拍啥物白菜母，你就会找到爱白叫母啊，爱白叫，这嘛是爱叫。这应该是例句啦，这是词条。过来就是刚白个母，靠加了我学了。其实咧。嘛是会当找到其他的，比如讲一闪啊，一心一意啊，安尼，这就是有一寡应用。过来，若是你想要找用词的，你就会晓来是啥物花？因为迄个句调就是会当代表任何一个词嘛，是任何一个字，所以就会当找到一蕊花啊，一束花。你就会当找到一个名词的用词。好，啥物叫，嘛是会当用点叫安尼去找。会当找到嘿叫啊、细叫啊。好，这就较正解，所以我就这个蛮好单看，就是若想要找所有的，就是有即个母音的字声，你嘛会当用安尼的方式去查。你可能会看到B，其实遮嘛是有一个字声，伊嘛会看遮就是其他的话，所以就会找到多条。好。这就是较正解的概念。其实遮即个正规表达式，你若是唔知要安怎写，你会当直接问就是 ChatGPT， 因为拄则的其实我都是叫伊写的，我就是无帮伊写。你就会当讲出来，就是用正规表达式找出菜结尾塞伊个词语，就互我即个答案，我就摕去。找词，就是拢是三个字的，啥物菜，好，所以你若是袂晓嘛，免惊，因为即摆有 AI 甲你答讲。好，其实遮的正规表达是拢会当用伫教育部的网站啊，像讲拄则讲迄个倒字，Pass 白，就会当找到用白开头的词。找台语嘛是会当哦。就像拄则讲的，伊啥物，伊就会找到真济，因为找内底的词佫较济，所以真适合用即个方式去找词。好，若是拄则讲的，你有兴趣的，会当扫即个网站。好，扫这个。
OK，应该带你到我的歌方房间啦。好，你若是去下骹，你就会看到使用教学，我就甲拄则讲的迄个正解功能，拢整理伫遮。我发现可以啊，我是可以。好。遮你就会当看到拄则的遐个我厝的电视电，嘛有答案当看，所以你就会当为遮去看要安怎用啊。过来有其他的，我搁咧写，就是拄则有拄则讲，就拄则有讲一寡撇步，就是讲会当用拍日记，就会当找到甲日记是甲日记相关的一寡词，会当主题性去学习，会去看个找法，才有整理一寡。所来我应该会继续写，所以你就当定期来这个网站去看。所以可能你就会学到一寡找词的时阵会当用的一寡撇步，或者是甲学语典较正解的功能相关的一寡知识安尼。好。OK， 我的演讲就到这，多谢大家。